过林先生手机拍下28号晚间7点多，高医特别设置的新冠门诊前，不少确诊者在等待看诊，有小孩，有老人。林先生当时带着染疫的双亲到高医看诊，但是从问诊到拿药等了6个小时。现场的人并不多，然后为什么还让医护人员这么的忙？我跟高医现场的医护人员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也在跟我讲说，他们反应没有用。这时他还听到旁边有一位妈妈抱着婴儿哭喊，等了2个小时，让他更焦虑。那个小孩子看起来应该是大概是1、2个月大而已，在那边哭喊着，已经快要2个小时都没有人来照顾他。对此，医院出面说明，当时急诊内有一位重症婴儿，不得不先处理。确诊的一个小朋友不到1岁，呼吸窘迫那可能需要插管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，就花比较多的时间。应该是要蛮不舒服的啦，等太久了，无奈也是要等啊。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统计，从21号到27号，空床率从68%降到59%，可见医疗量能的紧缩。这个情况不止高雄，台南成大也因为中重症人数增加，医疗量能几乎满载，医师担心疫情持续延烧，可能会让医疗量能崩坏。开出来这个床数呢，是几乎全满的哈，这个医护人员是日夜不停的在操了哈。医疗人员表示，疫情险峻，病患心急，但是第一线医疗人员同时也疲于奔命，在和死神抢命。医护同样也分秒必争，希望民众体谅。华视新闻刘汉生、徐静一、蔡梦俊，台南高雄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